来关心咱国内政治新闻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本来拍算12天访问行程，访问美国行程，提早第8天就结束。今日透早回来到台湾，并且宣布讲要争取2024年国民党总统大选的资格。同时对4年前激起离开国民党，甲所有支持者鞠躬会师礼。伊认讲要化解美国甲中国的对抗，要让台湾变成一个科技岛，就要选一个有国际观的领导人。佮话讲，在支持者希望您接到电话时，爱为伊支持。继续朝先进科技国家前进，是台湾人民跨世代的愿望，也是台民争取参选2024总统的动力。接档结束9天访问美国行程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半暝5点半返来台湾，下晝10点开记者会，就来讲这话。不能让民进党执政，我必须诚实的告诉年轻人，投票给高举台独、仇中抗中的民进党是危险的，是与你们的利益为敌的。和平的日子并不是理所当然的。要甲台湾科技岛的地位还好，郭台铭讲，做人头人，避免战争是重要责任。嘛，伫咧这个时阵，甲全部的支持者鞠躬会师礼。甲大家鞠躬，8秒钟的时间，郭台铭替4年前激气离开国民党会师礼，同时嘛感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副主席连胜文公开给支持。我要感谢国民党朱立伦主席和连胜文副主席，公开肯定我郭台铭是国民党的重要资产。宣布要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，嘛甲支持者发声，希望接到民调下当给支持，嘛讲到国民党的另外一位政治明星。如果最后民调侯市长高过于我，国民党决定征召他，那么我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市长，帮助国民党胜选。我愿意全力争取国民党的提名。与赖清德副总统来一场君子之争。郭台铭讲，民调若是输，想要市长侯友宜，嘛是会全力辅选。若敢有机会和侯友宜合作，就无加讲。即要提早结束美国行程，郭台铭讲要选总统，嘛为一个胜利人，搁一摆挑战政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